啦，祝大家端午安康啊！端午節做咩啊？划龍舟。冇錯啦，中國4大傳統節啊，端午節又叫龍舟節啦。嗱，今日咧嚟到長洲下莊，準備燒炮仗、換新船啊！新船翻嚟啦！新船翻嚟啦！新船翻嚟啦！即係新舊船都用嘅。新舊船都用嘅，即係因為人比較多嘅時候出去探親呢，因為船唔夠坐啊嘛。哦，所以唔係換新船，係加多部新船。嗱，咁舊船咧就去油江啊，新船就埋咗我燒炮仗，跟住就去彩青。咁啊，將龍頭龍尾咧就請嚟廟入邊咧就裝香拜神啦。你哋係咪嚟睇龍船啊？一陣間我落去挖龍船好嘛？俾你睇下咩叫壯男啊嘛！街配陽光金嗰龍舟活動真係好夾，都係要效率高，營養補充得快，自然划船划得快。去石村碼頭，跨江過去三星啊！跟住口號一齊嗌，龍舟梗要爬得快，營養補充都要快啊！食個街配，一口快充營養，食完啊，爬龍舟仲快啊！爬龍舟有啲攰啊，等我換翻件衫去補充營養。我知道附近個攤位咧有啲免費嘢食嘅，等等，而家係食街配陽光金果啊！你好，你好，是不是可以試吃啊？是的，歡迎試吃。哇，點解街配旗嗰叫陽光金果咧？因為切開入邊嘅肉咧，全部都係金黃色嘅，最方便屋企攞隻羹一嘢將佢挖出嚟。唔到流油。每一個街配陽光金果都係高營養素密度水果，好似呢個籃球咁樣。精準投送，一口快充營養，一日一粒就可以幫人體提供100%嘅每日所需維 C， 而且街配陽光金果仲係低 GI 食品認證水果添。除咗食水果啊，現場仲可以打卡玩遊戲添，搞掂，仲餓餓地喎，翻去食龍船飯。呢度有3000人喺食緊飯，好似係擺成200-300圍。食個龍船飯咧，下一年就團結友愛，風調雨順，入席啦！上菜上菜！嗱，我咧都係第一次嚟長洲食龍船飯啫。廣東人睇見隻靚唔靚咧？食佢嘅燒豬，食佢隻雞，乜都知啦。我真係好脆，燒豬好正，好好食隻雞，好滑啲肉，真係好滑超滑。食過兩燒豬，一定唔會輸。食條老虎斑，存折翻幾番；食嚿豉油雞，出年任你威；食隻九隻蝦，出年就生蘇蝦。哇！呢啲龍船飯可以喎，真係可以喎。龍船飯咧，除咗話大家坐埋一齊齊娃娃啊，一開心之餘咧，其實咧佢係一個好嘅寓意嚟嘅嚇，預示住來年咧風調雨順嚇，人丁興旺嚇，齊心協力食龍船飯點少得街配陽光金果，整多個。